1、2、3，麦克风试验。1、2、3，麦克风试验。音乐可以关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做起立，咱比出来祝福吼，上帝平安，甲你三甲同在吼，唔免握手，用默bài。上帝平安，甲咱三甲同在。咱做用这首歌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咱上帝，亲像路心无溪水。我的心，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路心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无来敬拜你。咱对头来，我的心。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路心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无来敬拜你。对主来宣告讲，你是我，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愿多多的向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无来敬拜你。搁一遍来讲，主你是我的快乐的敬拜，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愿多多的向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无来敬拜你。我心无来敬拜你。咱要做来感谢，也承认咱的亏欠，甲咱的软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乐伊。耶和华是伊的百姓的快乐，也是伊受抹油的得救的位所。咱要开声来学乐感谢上帝，互咱虽然拄着疫情，但是对咱来讲是一个危机变成做转机，所以也互咱会通伫这个疫情中间搁较有主的平安保守，承认咱的软弱，咱的惊吓，咱开声来祈祷。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是安尼来听我，听甲生命拢过去，听甲会当来遵循着天的旨意，你到是，搁是你的生命内顶。主啊，你成就着你的使命，也成就着你对阮的救赎，也愿阮会当来专心专意来听你，来过圣洁的生活，来分享福音的欢喜的消息。每一天，阮都会当活出荣耀主你的见证，来回应你。亲爱的主，你是阮的帮助，你是阮患难中的倚靠。主啊，阮伫面对全世界流行疫情，阮的心减少有惊吓。总是主，你讲你有平安要赏赐互阮，互阮会通三甲做这学乐敬拜，你的同在就互阮有搁较有快乐来面对这世界的政局的变化，阮的心悠然。有主你所赏赐的平安，感谢主你继续引导阮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愿你话正主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固守阮，互阮靠主得到刚强壮胆，祈祷恳求靠耶稣的性命，
阿免，请坐。咱也为着国家、咱的城市来祈祷、来祝福，咱用主的话语来宣告讲：君王袂为因为兵罪得着救，兵会因为溃烂大得着救出。我靠要得着救是无采工，袂为用伊的大力来救人。耶和华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看毋望伊会厝内人，要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保存因的活命伫饥荒的时。咱为着咱的国家、咱的掌权的来拟定政策的来祈祷吼。所以咱的防疫做了真好，总是嘛有真侪只的需要去面对哦。所以咱昨的新闻讲有即个监听的官兵吼去保留吼，转来有3个着即个瘟疫吼，即马有700外个拢爱紧叫转来检查吼。咱虽然伫过去有几工的零确诊吼，欢喜一下就好，总是吼咱爱搁较细致祈祷吼，即个防疫政策会通真正做了搁较好。所以全世界因为这疫情即马拢咧看台湾吼，咱感谢主特别为着咱的国家、咱的执政掌权的做这个政策在推动的时阵，真正是知影讲，像纾困啦吼，免怎做吼，这等等，咱为着国家来祈祷，为着这执政掌权来祈祷大家同心合意来守护这个台湾，咱开声来祈祷。主，我感谢你，阮靠着你的名来宣告，今日天地的权柄，今日教会的权柄，来捆绑甲半途一切来捆绑人心的遐太的，来托绑台湾的百姓的心灵，会当得到自由，来求上帝你来赐落平安，互人和睦的信心，求上帝你的听会当互阮彼此相听，彼此会互相的疗伤，彼此的接纳，主啊会保护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得到福气。靠主你的名，伫咧婚姻内底所有歹的、遮的无好的。主，阮感谢你，互阮踮伫台湾，虽然过去有受到侪遮的困境，总是因为主，你互苦难变成做一个祝福，互台湾即回伫全世界伫遐会通看见台湾过去的辛苦，总是会通成做全世界的祝福。因为主你的帮助，你的看顾，总是互阮搁较谨慎祈祷，为着阮的执政掌权的、阮的城市的首长来祝福，互所有的政策荣耀上帝，互人得到利益。也你捆绑一切伫台湾空中黑暗的关系，你差派使者伫遮来固守，互阮百姓拢会通得到平安。较要紧有永活毋忘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免。咱也为着咱的需要，咱的心生灵来祝福，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主啊，因为你是好，欢喜赦免人，有丰盛的慈爱，赏赐囡仔求救你的人，耶和华，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按落听我恳求的声，伫我患难的日要求救你，你要应我。咱为着心灵特别这回的疫情嘛，影响有薪者为人面对工作可能会失去的挑战吼。这个产业因为即马无出去行，拢伫厝内，伫厝内可能会加减搭喙骨伫遐望求主来帮咱保守婚姻感情拢会通真好势。伫过来即个囡仔的指考求主来保护看顾赏赐伊属天的智慧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咱透过即个疫情，咱嘛会去关心关心即个可能毋敢来教会敲一个电话甲关心最近安怎伫遮甲关心咱如果有需要的，你会当爬起来伫遮来同工会甲你服侍也是你手欢你需要的所在祈祷上帝来医治你咱
做伙来祈祷。恁有需要，你会当徛起来吼。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奉你的名，三教学老敬拜，就接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权能充满甲万三同在，然后阮伫主你的权能保守的面，主你来医治来透放，特别吼，阮头前道路有你引带，你欠亏是你来补足，你失去的是你甲扶持，帮助阮万三同在。你来高我，阮的心灵，阮的身体，阮的呼吸的系统。主，阮奉你的名来到你受人宝座前，恳求你来说，恳求你来看顾这个软弱的肢体，因身体、心神的欠安软弱。主，你用你的疼来扶持帮助。伫这段疫情中间，感谢阮的心惊吓，求主你除去这惊吓，亲像你对约书亚讲，勇敢壮大，无得惊，无得软，因为我甲你三脚同在。主啊，恳求你的疼甲阮三脚同在，你的平安赏赐伫阮中间，也互阮会通心心灵拢得到勇敢，病痛会通伫主你的医治的内底得到复原。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最后要为着咱的礼拜做伙来祈祷，来守望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若是恁着逐时警醒祈祷。互恁会得闪避将来拢总的事，来徛伫人主的面前，用大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伫即个为着拢总的圣徒恳求无野线。咱为着主的礼拜，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吼。求主来保守咱，互咱伫这抵抗疫情的中间，互咱有勇健的身躯，有好的抵抗力，出入有上帝保守看顾，然后这个训练的课程，步会等等这个筹备会，求主来掌管，透过小组，咱彼此来关怀，第一区第一组、第10组，祝福。特别为着这兄弟姊妹，伫疫情中间有受影响的吼，会开始咧放无薪假，等等者拢恳求上帝施恩，咱做伙起立，咱伫遮来祈祷，咱求主来保守看顾，为着教会来祈祷，互教会伫经济、伫各方面拢会通有上帝供应、教育，搁有准，咱开声来祈祷。主，阮同心伫你圣殿学老敬拜，同心恳求。主，你讲两三人奉你的名三甲自集，你就伫遮。两三人同心恳求，你就要应允。愿主来赦阮，互阮徛伫迄个破起来所在，阮来守望来祈祷，互阮的礼拜，互阮平常时的生活，互阮伫软弱肢体中会通得到造就甲坚固。愿上帝你透过你话来安慰阮的心，坚固阮的信心。阮做伙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救阮脱离迄个歹下，因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搁求你怜悯我、应我。你捌讲，恁着轻薄见我的面，迄时我的心对你讲：耶和华，我要轻薄见你的面。咱要做伙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来学习伊。
前来敬拜，咱有欢喜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恩更降临，尊贵荣光，能力宽变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尊贵荣光，能力宽变归于你。你是康健，你是康健，你是康健，我的敬拜。咱们用信心来到上帝面前，都会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恩更降临，尊贵荣光，能力宽变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尊贵荣光，能力宽变归于你。你是康健，你是康健，你是康健，我的敬拜。尊贵荣光，美丽无比，上帝的镜，耶稣我的主。尊贵荣光，美丽无比，上帝的镜，耶稣我的主。贵荣光，能力宽变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尊贵荣光，能力宽变归于你。你是康健，你是康健，你是康健，我的敬拜。咱要搁较欢喜来敬拜上帝，用你规身躯的气力，阿妹吗？阿妹，前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恩更降临，尊贵荣光，能力宽变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尊贵荣光，能力宽变归于你。你是康健，你是康健，你是康健，我的敬拜。哈利路亚，我们来敬拜你。做伙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恩更降临，尊贵荣光，能力宽变归于你。
关的父上帝，兄弟姊妹大家请坐。有一款疼是对天而来，要伫咱的生活中间来请。迄就是上帝疼伫咧咱的中间。有一款疼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找袂透，摸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孤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疼活出来。耶稣的疼激励我，困中我的生命，予家己正做别人祝福。耶稣的疼点到我心内疼的阳光，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有一款疼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找袂透，摸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孤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疼活出来。耶稣的疼激励我，困中我的生命，予家己正做别人祝福。耶稣的疼点到我心内疼的阳光，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耶稣的疼激励我，困中我的生命，予家己正做别人祝福。耶稣的疼激励我，困中我的生命，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有一款疼。有一款疼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找袂透，摸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孤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疼活出来。咱举手来敬拜。耶稣的疼激励我，困强我的生命，予家己正做别人祝福。耶稣的疼点到我心内疼的阳光，请咱做伙用世界活出疼。耶稣的疼。耶稣的疼激励我，困强我的生命，予家己正做别人祝福。耶稣的疼点到我心内疼的阳光，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诗篇讲，着听候耶和华，着勇壮，你的心着坚固，实在着听候耶和华。咱着听候耶和华，要来跟对伊。求你甲是我算上家己的日子，予我
亲像困一醒，愿一生看靠，只有路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用你慈爱充满阮，予阮一世人看见，愿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跟对你，紧抱你，甲你行去，愿一生看到只有路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天边，愿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跟对你，紧抱你，甲你行去，愿一生看到只有路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天边，求你的美妙，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天边。主，阮面对世上的劳苦甲重担，检查阮心中忧愁甲烦恼。总是主你讲，既然劳苦担重担会当到入我遮，我就互恁得到安息。因为面对世上的疫情，阮的心无法度安息。只有主你的话会通鼓励阮、安慰阮。阮无论是中昼时的病毒，阴暗时的这个困役，拢因为主你的施恩所的手来固守，互阮免抵到伫面对这个灾难。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透过你的话、你的真理，互阮的心会通得到自由，会通得到坚固，互阮会通做伙学乐敬拜，这是何等的宝贵。过去阮感觉讲做伙礼拜是世上，总伫即个时代，阮感受到真正宝贵。主继续引带，互阮会通伫礼拜中间，甲你相拄，会通领受你的同在，甲你祝福。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做伙来吟圣诗138首，圣诗138首。耶稣原本是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耶稣原本是上帝，天高万敢来救世，就要先到天大国，落
当时伊个，予咱通过我伫要，做我无有予人看，万无照款着该换。咱我可以公路，爱加做啥来学路？注定爱人是本意，是后日言我放弃。当心来祈祷，全能主爱圣洁公义啊，百倍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掌管世界一切。主啊，阮拢爱来称颂你的名，因为你值得阮的上赞。主耶稣，你道成肉体，受苦背命。为着要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互阮无受罪恶的捆绑，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你是实实在在永远的大君王，也求你赦免阮时常得罪你，搁伤害人。求你饶赦阮的骄傲甲自大，求圣神跟照阮，互阮看见家己的亏欠。求耶稣的保护也看我。洗阮一切的不义，帮助阮会当手清气、心清洁来服侍你。即时，咱要为第一区来代祷，求主看顾第一区的区长甲2位小组长伫个服侍工作顶头有气力、有福气，也恳求主保守第一区的组员甲因的家庭，心灵永壮。有固定灵修的生活，伊也参加小组的聚会，保持甲主有亲密的关系。伫这疫情的期间，求主互每一个人拢有信心，倚靠主，工作甲经济靠主得胜。阮即时同心自持敬拜，求圣神充满，求主的国降临。求你的阳光充满伫教会，互阮领受满的恩典。愿所有的荣耀拢归伫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10篇，就是诗篇第27篇。启应文第10篇，诗篇第27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
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萝卜。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治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一声，着信靠上主。你是要请平安四重唱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悲声愿望。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1章19甲26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1章19甲26节。台语汉语本第148页，其他版本请看原文。为着斯提反的事所生起的苦难，来四散的人变行到腓尼基、乌比路、安提阿，无对别人讲道理，
只有对犹太人讲若定，若是其中有居比路、古利奈几若人到安提阿，也对希利尼人传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甲因伫地，先来归伫主的，因的少爷不知罪。论到遮的人有消息传到耶路撒冷，互教会听见，因就找巴拿巴去安提阿，已经到，看见上帝的恩就欢喜，可恳众人用心志结连伫主，因为伊是好人，有信心甲信满满。对安尼加添侪人归伫主，伊去大数找扫罗，已经拄着，就带伊到安提阿。因伫教会中主持1年久，教示侪人，搁学学生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去。以上，即是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像是基督徒。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互阮会通滚对；因为你的救赎，互阮会通永远毋忘。也阮设立归你的名，成做基督徒。啊，愿主你搁一遍提醒阮，要成做啥物款的基督徒？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照安尼去行，成做福气的基督靠耶稣的性命。阿免。两兄弟大家平安。啥物人是基督徒？啥物人是基督徒？面对检测人对基督徒的看法，有无共款的看法吼？咱伫4月7日，即 WHO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用3分钟来骂台湾，攻击台湾。所以伫4月14，就即网红阿迪亚甲即广告的工程师、设计师聂永贞等等遮个人，伊就开始发起讲骂，安尼甲咱骂袂使安尼来发起吼，要来登广告。所以伫《纽约时报》顶面吼，要真大篇的即个封面伫遮来反击就对啊吼。即个这是较新版的，若旧版的迄个图吼。都是有一个早椭圆形吼，那像手机安尼，有一份一个破起吼。内底咧牵主要要表达啥物吼？牵这就要世界来表达讲台湾会通帮衬吼。若伫迄个表面是讲 Who can help 吼？Who WHO 其实有相关的用语啦吼。即个是讲。即世界卫生组织，另外咧是讲啥？啥物人谁吼？啥物人会通帮衬吼？后壁讲台湾台湾会通帮衬。伫全世界拢是有孤单孤立的时阵吼，咱会通选择团结，毋是排斥你无孤单，台湾伫即个时阵会通甲你徛伫共一个阵营吼。所以，即个广告嘛是咧表达真侪人的心声，也是咧表达咱的心声。咱长久以来受排斥，咱的医学咱的工业也袂较输总是咱长期受到 WHO 也是世界侪遮个组织伫遐来排斥所以伫遮咱嘛要讲啥物人会通帮衬？基督徒嘛，伫全球受孤立的时阵，咱要选择是啥？做伙团结，做伙小组，然后咧咱要甲人讲，你毋是孤单啦吼。基督徒嘛，甲你徛伫共一个阵营吼。啥物人通帮衬？台湾，啥物人通帮衬？基督徒。所以伫面对圣经迄个处境的时阵，教会安提阿因伫遐来安怎建立，然后咧，你若看后壁经文讲，保罗迄时阵叫扫罗巴拿巴甲扫罗透过教会呼吁大家来做啥物款的代志，念伊咱会伫遮做伙来看透过即个经文，互咱看伊讲，当时基督徒也是讲迄个教会伫当时的处境困境的时阵，拄着饥荒的时阵。
教会徛出来，然后做一寡遮个好诶代志，伫遮来祝福遐个欠缺需要诶人。今仔日咱面对即个疫情，教会总做啥物？也是啥物拢袂通做。文成长讲伫即个疫情中间，嘛毋敢去探访，要安怎做？有个人检查想讲，我袂通做啥物？伫顶礼拜，阮去上2-3天的课老师咧提醒讲，咱会通做啥物？伫即拢袂通做啥物时阵，咱是毋是有一寡遮个创意，一寡遮个无共款的想法？咱会通做啥物？毋是讲我只会通安尼面对拿定。所以有真侪遮个创意遮个好的观念，也是讲价值观，就是伫迄个危机的中间受建立啊。今仔咱透过这段圣经，咱有2个方向要提醒咱。头一个就是讲，认捌上帝安怎伫过去历史代到现在来引带带领基督徒，也互咱安怎活出做一个基督徒是啥物款的基督徒，会当有啥物款的影响力咱来看讲，啥物人是基督徒？你若对古早基督徒伫即个历史的起源。当然，拄仔圣经已经甲咱讲，源起头称做基督徒是对一个教会开始，安提阿教会啦安提阿教会。所以其实咱来倒转来到伫使徒行传的第7章后壁段有咧讲，司提反因为维护真理，结果去互人用石头甲钉死，互人拖出去伫啥？伫迄个城外伫遐用石头甲钉死。所以因为安尼即个事件，所以遮个使徒、遮个信徒就开始安怎四界走，安尼紧走，无去互掠迄个时阵，咱知影讲扫罗就是咱后来称作保罗迄个时阵哇，开始摕着命令，然后四界去掠基督徒，来掠入去加罗，伫遐来迫害因所以因为迄个时阵拄着困难。道四线无法度，好像是讲拄着疫情，咱无法度伫教会聚会，所以去公园，去安怎聚会也是讲伫啥物所在伫遐做伙来做礼拜安尼。伊当时嘛是安尼，所以开始走有一寡对耶路撒冷的信徒就开始走到迄个古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到伫其他的所在走来到伫今仔日的啥？土耳其啦，旧年牧师拄带恁去到伫迄个土耳其的所在所以伫遮咱看讲，司提反的顺道，毋是一个结束。司提反的顺道其实带来一个格外的开力。咱做来念即段经文来，我实在甲恁讲，一粒马无落伫地里来死，就游完一粒。若定死就结识侪，所以因为司提反的顺道，互咱看见啥？哇！开始即个福音四界伫遮来传。彼得伫约帕，咱顶回咧讲，伊伫遐中昼时祈祷，甲巴肚有枵啦巴肚枵的时阵有看一个异象，一个布内底有侪遮个无清气的动物，上帝讲抬起来食。彼得讲啥？袂使无清气。第2遍佫讲抬开食袂使第3遍了就收转来其实伫咧做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彼得是一个教会上要紧的领袖，上帝先互伊有一个观念无互伊受到传统的遮个想法限制，然后将福音传到伫哥尼流伊的家庭、伊的亲友。你知影哥尼流已经等好啊呢？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总是伊毋是一个犹太教的人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嘛咧祈祷，伫伊的祈祷的内底，那个监听稍微，伫伊的祈祷内底，咱看讲上帝甲讲你去派人去约帕找彼得，真正呢。伊咧祈祷，彼得嘛咧祈祷，上帝当时互因伫遮领受共一个方向意向，所以伫遮安尼，咱看彼得伊就到伫哥尼流因兜，然后亲友会通伫遐领受圣神，圣神感动因，怎伫遐来受洗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彼得
伫遐看伊伫危机的中间，变成说是一个转变的机会吼。所以有当时啊，咱面对苦难来临的时阵，咱毋通一个就失志。上帝，你要透过即个苦难、即个机会，要帮助我看见啥物、学习啥物。即个使徒因四界伫遐溜酸嘛，但是因为上帝引带，互即个福音会通进入到伫即个外邦的世界。所以今仔日咱看11章是伫传福音的顶面有一个真大的突破。伫外邦的即个福音宣传的中间，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开始。对咱称做基督徒来讲嘛，是一个真要紧的开始。所以圣经拄师会所读的，帮助咱会通了解讲，司提反即个顺道，互即个四界走踪的即个基督徒，毋是避难呐，毋是闪避即个灾难，是一个福音的出口，是一个福音的开阔的即个机会。即回咱看全球的疫情，连伊咱透过影片，咱会看到讲。本来满吼，迄话体育场、体育馆伫遐聚会，安尼几啊千人吼，结果咧，因为疫情的关系关起来，无法度聚会。总是透过一个新的媒体网络，前几工甲遮个其他的教会用视讯、用 Zoom 嘛吼，用 Zoom 伫遐伫对话。Zoom 毋是讲政府讲毋通用，对无？惊机密外泄，咱毋惊。咱是惊福音传袂出，安尼了解吼？所以做伊看咱用福音吼，因也有咧看上好安尼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透过无共款的方式，会通透过媒体，透过无共款的牧养的工具，会通伫遮将福音传到伫逐所在。好亲像咱的总统邀请伊的学长，咧讲来透过即个网络来看阮台湾的啥？棒球啦，敢若全世界即马剩啥？剩咱台湾有咧拍安尼啦吼。就透过网络吼，全世界美国的遐会当看到咱台湾。其实今仔日的礼拜嘛是相关，咱有遮的兄弟姊妹伫遮做礼拜，嘛有伫线上吼，伫即个空中伫观看咱做礼拜。咱即马有迄个直播吼。伫即个中间，伊嘛咧做礼拜吼，所以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咱看一个无共款转变的机会吼。所以了，耶路撒冷是伫下骹吼，哇！遮个门徒、遮个信徒就开始走吼，了对大马色一直走到啥安提阿迄个所在吼。所以伫遮咱看称基督徒开始的所在，就是对安提阿，对即个安提阿教会遐吼。好，咱看，这就是今仔日安提阿的所在，伫土耳其的安塔奇亚吼，安塔奇亚这个所在吼。安提阿伫圣经内底有两个哦，有两个，所以毋通甲插做伙，一个是比西底吼的安提阿吼，即位是旧年有去吼，另外即个无啦吼，即个是。原本是伫叙利亚的一省，后来伫1938年即个居民投票，讲阮要伫遮正做土耳其的一个所在，所以后来即个就是伫今仔日的土耳其一个安塔奇亚的城市吼。所以咱透过讲，初代教会面对着即个危机面对即个困境的时阵保罗讲，阮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当时对十字架的救恩，对耶稣受定，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看轻啦。伫当时啦，恁讲信耶稣，耶稣是罪犯，互人顶十字架，总是恁出掠做即个荣耀。圣经讲一般的人感觉讲，恁爱用这愚妄的十字架救恩所以上帝用这愚妄的救恩的记号，互遮个感觉有智慧的人颠倒愚妄，颠倒见效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透过当时基督徒伫安提阿，也是伫迄个犹太世界内底，这是一个轻视啦，是一个见效啦所以你也看讲，拄开始咧做基督徒的
因爱四界走，因为受到这犹太教的迫害，所以开始走吼。所以土耳其也是真侪所在，因有迄个山洞，伫迄所在因就密起来，伫遐来做礼拜。伫罗马帝国的时阵，嘛是安尼吼，咧迫害基督徒吼。所以咱看讲面对着即个整个过程，拄开始是受轻视，所以直到伫君士坦丁吼，伊做罗马皇帝的时阵，一直一边伫甲人相战的过程中间，伫一个大桥迄个所在吼，假讲要甲即个对敌相战吼，伫迄个时阵又看到天顶有一个异象，出现一个啥红的十字架，大大的十字架，即个异象甲讲吼，你明仔载相战吼，稳赢的吼，这是你赢过对敌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异象安尼吼。所以假讲真正，伊将赢过迄个对敌，了伊就对基督教有一个真好的即个看法吼，好感，所以决定为着基督教来平反。所以后来伊的即个政权稳定吼。了后，伊颁布一个美兰的铁令，即个铁令内底就是鼓励讲来，恁拢来做即基督徒。做基督徒的好处有啥物？互你有审判权，互你免教会税金。若有遮个好康的，你买无？买无？拢无啥。若人做基督徒，佫会当领补助安尼，你买无？袂啊，逐个嘛袂哦。所以迄个时阵，君士坦丁就将这基督教做国教，所以开始教会的管理就开始有真侪这个管理迄嘛是开始诚做黑暗的一个开始所以伫遮迄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我翻新过去互人安尼世界像鸟鼠咧讲咧拍，所以今仔因为君士坦丁即个皇帝伫遮，然后改变，基督徒翻新米兰铁令即个命令对基督教好，总是开始打压犹太教。因为过去恁拢咧迫害遮个基督教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这是过去伫历史的中间总是有真多啦，总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一直咧讲。总是咱看拄开始是受轻视过来咧因为有遮个皇帝有安尼一个看法改变价值观，所以对基督教的看法就无共那对台湾即仔基督徒的比例对2%外到即仔6%外基督徒伫台湾的演艺咱看讲拄开始马偕博士。伊对加拿大来，伊若看喙齿，若挽喙齿，然后若传福音，若教学生，当时伫迄个时代要信耶稣，有简单无？无简单你若去信看卖迄个时阵称做啥？你这罗教的罗教的是安那？无好诶，讲你皈依伫即个基督教也是讲邪教诶，所以邪教是讲当时有爱餐，佫有啥？领面粉，咱遮有人领着无？有啦佫有一个啦讲食到死无人哭。迄个面粉做的内裤，毋知文革顶咧穿有对无？中美合作头前净重22公斤，实在是伫当时差不多6、7、80岁，差不多拢有迄个时代伫阮细汉的时代嘛人写过卡咯，圣诞卡咯，对吧？圣诞卡咯，阮做爱收集的迄是伫迄个古早时代因为台湾的物资较欠缺，所以当时就有美元有遮个衫，亲像咱即马咧做啥？食物银行咧做遮个1919等遮个社区的事案相关即马咱有开力啦。当时咱伫迄个可能较散车中间无遐个物资嘛，所以对于美国就援助入来所以有衫啦，有遮个侪遮个物资啦总是当时就会去用骂你罗教，也是讲你食教，迄是讲有爱餐，有遮个物件通
人客啊，所以有讲米粉饺，哇，捌听过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迄是一个好亲像古早咧清做基督徒迄个轻视啊，恁信耶稣，耶稣是罪犯呢，啊，恁阁信靠伊迄款的观念，对迄个观念开始改变，啊，有个观念讲，啊，恁这就是拢顶落话拢行街头啦，对无？古早咱看咧前总干事高准明牧师啊，一寡牧师穿牧师服较早阮嘛是为着民主的过程嘛去困迄个中正庙咧，你知无？学运的时阵啦所以有人观念讲早期这基督徒拢做爱行街头所以对教会种对基督徒减少就无共款的看法，可能较歹、较负面的。过来就是讲，对基督徒来讲，慢慢咧提升因为外国宣教师入来台湾传福音，所以就会将啥语言对吧？所以迄阵到教会拢要学啥？学英文学音乐啦，搁咧，因为甲外国接触会频繁，所以有一寡遮的知识会伫遮领受，所以人讲出三书啦，三书，毋是我咧甲你烧书的三书啦第一个就是律师啦，律师因为当时无公义嘛，所以有人就怎想要来做律师遮拢是基督徒过来出医师啦，这陈广北医师，我毋知咱逐个捌伊无，知无？恁姓陈的捌无？啥物人是伊学生你知无？即摆副总统这叶金川杨志良等等遮，因老爸是松山教会遐长老伊是做一个医师。老爸讲你做开业医师就好啦，安尼嘛当趁较侪钱后来安怎？伊讲有迄个远见，所以看伊讲即个公共卫生足要紧。所以后来有遮个卫生所台南的乌骹病有防有真侪遮个流行病，因为即个陈公北医师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伊感觉用耶稣基督的疼来疼，然后伊就去日本留学，过来去美国正做即个公共卫生，一个真正伫后来伫台大创立即个公共卫生学院，这是头一个。所以当时有侪遮基督徒是做医生的，搁有咱看马偕将医学、将教育扎入来，对无？所以妇女会当读册，开始对马偕伫遮将即个妇女学堂，即摆的淡江中学边有一个纯德小学，较早就是妇女馆妇女的学院，所以咱看讲，哇，有遮个老师伫遐产生来做教育，所以台湾对外国宣教福音入来。基督徒的这名开始，这民间就对讲，基督徒袂歹，好做社会服务，然后有出侪这的高人其实真侪教会界的这有真侪这因为伫教会甲外国的接触，所以有真好的这的出团过来就是咱看讲有真侪遮基督徒的艺人、主播，也是讲受训乐等等遮透过媒体，所以大家对即个基督徒的看法就无共款哇！这基督徒的标准就搁较悬搁较高尚安尼啦这是台湾伫整个即个人看轻，一直到人肯定，甲人透过安尼在追求的一个方向总是对咱来讲，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一个困境也是挑战面对安尼，检在伫各个各个基督徒就真侪遮无共款的表达出来伫美国，基督徒也是基督信仰也是算主流啦。总是开始有侪人伫遮伫反对，也是讲有迄个敌对的伊敢若有5种的看法，就是讲恁遮基督徒喙足够讲总是做出来无共款。这就像耶稣伫甲即个法利赛人讲哇，恁
恁安怎？恁作我讲，哦，总是拢叫人去死安尼吼。啊，你家己讲的无要去做吼，总喙讲三听，啊，私底下讲咧三病，对无？所以呢，喙讲真理，心口不一啦，吼啊，拢看去别人的影茶，吼啊，圣经讲拢无看到你家己的大苦茶，吼哦，看去人眼中的吼，臭啊刺啊，吼。你看到拢是别人的歹啦，对无？无看到家己的歹，啊，拢看到别人的歹。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啥？对真理的误解啦，吼，就是讲，哎，耶稣伊是君王，伊是救主，吼。然后，吼，你信耶稣一定拢好，拢赞的，吼，拢袂拄着迄款的苦难，吼。总是圣经甲咱讲，毋是耶稣讲，伫世上恁有苦难啊。总是伫我有平安，表示讲有即个苦难啦吼。第三就是讲啊，你要信耶稣做基督徒吼，啊，当时教会权力愈来愈大嘛吼，国教嘛吼，国教总是有迄权利来，你徛伫我的阵营，我就互你迄个啊好的利益啦吼。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先甲你讲，啊，你有属灵无？你有安怎无？然后甲互你有运费，啊，你若徛伫我敌对的阵营，我就甲你修理安尼吼。过来就是讲要信基督徒，哇，做基督徒好哦。像讲有当时啊，咱会看见一寡遮个伫机构内底，机构内底，啊，你若要做主管，你安怎？比如讲伫马街啦吼，伫马街你若要做主管，你爱做啥？基督徒爱洗礼啊，吼。所以有当时会因为即个利益的关系，古早中古世纪嘛是安尼嘛，所以伫遮就受批评讲，哎呀，做基督徒有迄个目的，过来就讲，哇，基督徒作到对流行，对吧？哇，有即个古早讲医治特会，啊，咱捌去赶医治特会，听讲哦，变你险，哦，赶紧，一个风潮，对吧？一个流行啦。过来了，即摆咧做1919社会服务，足侪教会就开始做，咁才包括咱嘛，过来，哇，有一段时间咧流行啥？韩国的敬拜赞美，对无？哇，都流行，即摆咧，颂权的啦，无都是赞美之泉，来开始，过来咧，你幸福嘛？所以都全台湾都开始，个开始咧流行啥？幸福小组，各位，哇！即摆关怀据点，你一定爱搭上即个风潮，对无？咱教会嘛对有对啦吼。过来，哇，有一寡发展的神秘主义，哇，你禁食、祈祷，去祈祷山等等。我要讲就讲，这毋是主要，这是一个过程管道，总是毋通甲伊当作是真理。所以要紧是透过遮要传达真理，毋通安怎颠倒病吼。所以当时人就会批评，你流行啥？恁基督徒上后撞，上后迄落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到底基督徒伫初代教会啥？毋敢讲的时阵，即摆你敢讲无？即摆你敢讲你是基督徒无？敢无？敢吼。过去伫初代教会讲基督徒就随掠去哭，对无？伫大陆共款，你写基督徒也好，你就知死啊吼。所以伫遮咱看古早。要讲你是基督徒足困难，要安怎分辨你是毋是基督徒？逐个拢毋敢讲你基督徒，就画一只鱼啦，伊个意思就是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救世主安尼。所以涂骹也是讲有一个记号，画一只鱼我就知影，像你伫路。你开车的时阵，你有看到迄车后斗搭一只鱼你就知影伊啥？基督徒。基督徒哪会闯红灯？所以我拢无啥敢搭，你知影？万一若突然挡袂掉，闯红灯你基督徒。所以迄个记号是啥？有一只鱼讲你这基督徒啦吼。所以对基督徒的标准的看法佫较悬吼。所以我也是基督徒嘛。我也是基督徒，拄仔讲对安提阿教会开始，
要真做一个基督徒，上基本的是啥物？对福音朋友到你基督徒头一，你爱认捌上帝啊！上帝安怎疼你？上帝要将幸福、将迄个福气，互你。你知影疼甲安怎？哇，疼甲耶稣本身为着咱死嘛。约翰福音3章16节讲啥？上帝疼世间人，安怎疼？将独生圣囝来，互世间人来成做救赎。第二，咱来讲啥？疼上帝了，你嘛要了解讲，咱基督徒是啥？有比人较高尚无？拢无自信哦。较高尚的罪人，安尼你知无？啥物叫做高尚的罪人？甲你的边仔讲嘛是罪人，是比人较高尚淡薄，但是嘛是罪人。因咱感觉讲，我可能道德标准比人较高尚，但是我甲你讲，这毋是得救的一个真要紧的关系所以直接讲，因为众人已经犯罪，上帝应该无得到，世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直接让我讲，基督是真要紧一个答案。所以当最近咧报名要洗礼会面谈我拢会甲因问你有信耶稣做国外的主无？是救主无？这是真要紧的一个管道，毋是你读偌悬的册，你做偌好的这个善事，毋是，是要透过基督。所以咱做来念来，各地别个并无拯救，因为伫天下无想事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踮伫伊内的无只有耶稣。所以有个人来批评，恁基督徒基督教哪会遐甜？安怎阿爸？感觉恁是真的？阮拢假。所以话就开始，恁基督教教会阮是真耶稣教会。恁较假，阮较真安尼所以有真侪这都无共款的这观念看法就出来第四个就是讲，信心是真要紧的一个关键。所以你用信心，毋是用你的钱来买，毋是用利益的交换。所以信心是咱得到福气的关键。咱做来读来，就是你若用嘴认耶稣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起来，就会得到救。信来受洗礼的要得到救，毋信的要受。这是要真做基督徒一个上基本的。你要了解上帝疼你，然后互你机会，所以你要相信。第二，咱就想看，你真做一个基督徒，啥物款的基督徒？常常牧师古早牧师做到探访对无？陈牧师来探访。即马你伫城市牧师你免来我会去若看伊无来去探访古早探访，某某人你哪会无来教会都有代志啦爱来过来这礼拜都有来无？有来啦，有教就有嘛。所以叫了就有来，叫教友。但是慢慢伫生命慢慢咧改变的时候，真正是教友伫迄个信靠耶稣，意思就是讲对信徒迄个半信顺信兄、半信嫂安尼我都有咧信但是信了无完全，到伫正做一个学生一个门徒。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保罗迄阵做扫罗。巴拿巴因去到安提教会，巴拿巴受洗，然后巴拿巴搁去找扫罗做伙伫遐，伊会苦劝众人装备教导因，互因心智会通定着，然后咧会通伫遮甲主耶稣基督结连。这就是咧门徒的训练啦。对鼓励因有教就有，对无？变做安怎？真正伫入教，伫迄个信仰的顶面受起造然后咱看讲，对因的身躯有发展出真侪的这基督的香味，所以伫遮安怎有行真侪这个社会服务好事。咱来看去讲，伫因的生命因为装备训练改变，所以彼得跟对耶稣生命改变，对西门到伫基法，亲像一粒活石相款。伊一个新的使命，耶稣叫伊讲。
对正平拍网，结果惊一条，迄个鱼船的鱼仔拢满，伊感觉讲我就是罪人，迄就是拄仔咧讲的，哎，清楚讲我是有罪人，所以伊讲我有罪，离开我吧。耶稣讲啥？对胆开始，你要得人亲像啥？得到伊上款吼。所以伊生命是一个知影讲家己有罪，我需要有上帝，我需要有即个倚靠吼。咱来看一段影片，啥物叫做教会？啥物是基督徒吼？咱来看一段影片。 The church has often been called a hospital for the sick. 看有清楚无？迄个顶 The 少啊。 Western world is more sick than ever before, not just with COVID-19, but with a pandemic of fear. 可以，声音大声一点。 Coronavirus panic shopping. Yet for the first 到 Sunday in 底教 history, 会是啥物？ many church 拄开 buildings 始 look 充满 like 人 this. 的。 virus has church after church 这摆疫情的 canceled 关 Sunday 系。 services because of the outbreak. Will be suspended.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 church and for the world? If the church is a building, then what 教会 happens 是一 when 个 they 结着 close? 本吗？ If it's an event, 是一 then 场 what 聚 happens 会 when 吗 they're？ cancelled? And how do we respond in a world that has never looked so shaken? But could this actually be the church's finest hour? To be what the Bible calls us to be? Because the church isn't a building, and it's not an event. You see, even in the midst of this unprecedented global pandemic, I just want one pack. 为着一包卫生纸，大 It's the 家咧 church. There's 拆 no 破 toilet。paper in the entire store. We're handing out toilet paper.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n the midst of the fear, this is the church. 啥物是教 In the 会？ midst of isolation, this is the church. The church is awakening. The church is resilient. The church is adapting and discovering new expressions for the gospel to reach further than ever before. We've got a total lockdown. Our church, we're going to gather over Zoom, and then we're actually going to FaceTime our friends and family and share the gospel. I'm checking to see if my neighbors need supplies or prayer, and I'm also using Facebook to reach out to those that I can't get to. Driving home on street corners. The fear seems to be crippling. There is a hope in Jesus Christ. Everyone can do this right now. Be the church. In a troubled world that needs Christ, it's time to be his hands and feet. Christians, it's time to be the church. 基督徒就正做耶稣基督的脚，耶稣基督的手。基督徒是正做教会，毋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信靠耶稣的人，是你我，是会通正义到伫人群。基督徒会通做啥物？伫即个疫情中间，你我会通做啥物？是敢若伫遮聚会，还是耶稣讲恁着去，互万百姓来做我学生？对教友教友有教就有，到底会通真做门徒生命的改变。所以拄仔咱看讲，迄个演员为着一包卫生纸，逐个抢甲安怎相拍，总是出来伊会通伫遮分享，你买无啦，一捆互你。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去了解、看见别人的需要，好亲像耶稣的骹手，耶稣看见遐痛苦、遐困难的细线，亲像游牧者，伊就关心因、牧养因、帮助因。所以教会对安怎？你袂晓教会你哦，从教会到什么教会？你袂晓教你，所以保罗甲扫罗甲巴拿巴，因两人就是伫这安提阿一年的中间，然后伫遐来装备因、教导因，然后因开始有一个啥？面对迄个苦难、受压迫，因无软的、无惊吓，然后因会通正做别人的祝福。伫靠牢着即个皇帝的时代就饥荒，因开始来，咱逐个来奉献。最近牧师嘛想，咱无来教会奉献嘛减少诶，所以有真侪即个方式，咱会透过就是即个线上诶刷卡，也是讲有即个奉献财务部今仔日嘛会开会有一寡即个方法，是毋是互大家透过奉献会有人祝福，
今仔面对侪侪遮事业的面对着真侪遮的困难的，然后透过教会将做是一个管道甲出口。所以当时遐帮助因面对即个苦难的时阵，要安怎靠主来赢过，会通彼此伫遮来分享、分担。看见伊伫困难的顶面互相帮助，可能伊做物件，咱互相甲斗消，等遮。所以透过安尼，咱看讲因集资伫遮奉献，然后佫会通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倒转到其他的所在，伫遮来祝福其他遐欠亏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咱透过你会通做啥物？敢在即个时阵，牧师目前伫咱探访的，无法度去病院，无法度去做遮探访的工作的时阵，因为正伊病院无法度，咱要安怎？上帝要互咱无共款的方式嘛、想法嘛？咱来看即段影片，一个清洁人员，上帝差派伊，正伊到伫病院，人无法度入去，伊会通伫伊的门口。这个人伊得到这武汉肺炎哦，新冠病毒然后这肺炎伊真严重，强要死安尼吼。I was under incredible pressure. Got trips up and all that they needed to do. But I remember those nights particularly, really crying out to the Lord and asked Him to help me. And asked Him to even supernaturally just do something that would encourage me and bring me through. And remember the next day, I had a night from hell. And you got to understand this in the isolation ward. When no one else can get in, when no one else, no pastor, no friend, no family members, when no one else was allowed in, God sent a cleaner. 上帝派一个清洁人员，伊会通入去清洁哦， And all 但 of a 是伊袂 sudden, 当 this 入去 cleaner 隔离 had 病 come 房。 in, and he was like a ray of sunshine. 这个清洁人 And he 员 began to chat to me, 好像 and 像 he asked me 一 how 个 I 光 was. 共款哦， And he began to talk to me and say to me about 开始 hanging in 关 there. 心伊，甲伊讲话， And then we 伫伊 got 门口。 chatting and we got talking, and he turned around and he said to me that he was a missionary in 其实 Nigeria. 这清洁人员较早捌伫第日伫遐做宣教， And he began to tell me how God had saved many, many souls through his ministry. And just this last couple of years, he had found himself back home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he's encouraging my heart. And he's telling me about souls and about the love of Jesus and the love of God. 伊甲讲耶稣的 And 讲 I'm just 上 sitting 帝。 going, wow. When God needs to reach you, He knows exactly who is the right person. And in that moment of time, it was a cleaner. No one else could get in. God sent a cleaner. He left that day and then he says this as 虽 he 然 stood 是 at the 一个 door. 清洁人员，上帝嘛 He says, 使用 "Son, 伊， can I 好像 pray 就 for 天 you?" 使安尼吼，为 I 这个 says, 人祈祷。 absolutely. And as he began to pray at the door, he couldn't touch me. As he began to pray at the door, he began to ask God, the Holy Ghost, to visit me. He began to ask God to heal my body and touch my lungs. He stood at that doorway and he pleaded with God Almighty to spare my life and to continue to use me. And then he left. And what was incredible was that after he left, he periodically would walk past my window and give me a thumbs up. That night, I remember, started to turn around. Could it have been the prayer of a cleaner? 所以情形开始咧 And I 渐渐 began 好势吼， to desire a packet of prawn cocktail 想 crisps. 要看有一包 Get 迄 up. 虾饼无吼，啊 I asked the 扣 Lord, 啦，伊 because 咧 no 祈 one could 祷， get to me. I says, Lord, is it possible that you could get me a packet of prawn cocktail crisps and a tin of Coke? Because that night I began to turn. The next morning, 第二天， cleaner came. 上帝透过这个清洁人员， He brought in a 伊去买 bag 扣啦，
And in 去 that 买心 bag, 来想迄个啊 2虾饼 oranges 迄个饼， can of Coke, and a packet of prawn cocktail crisps. Don't tell me that God doesn't know. God knows our every need. He knows every desire. And he just passed the bag through the door. He couldn't come in. And he just says it's a gift from the Lord. 这是上帝予的礼物。 I sat up. I had them crisps. God is a God, folks, who is personal. He knows the deepest desires of our hearts. He knows what we have need of.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out there today. God knows what you have need of. He knows your heart's desire. He is an 上帝知影咱的需要，上帝知影咱伫咧困苦的需要啥物。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要回应吼。今仔伫这个世代，一个病人伊因为一个清洁人员，会通伫遐得到鼓励，身躯渐渐好起来。伊心内咧想的，看有饼有可乐通好啉，结果过工，上帝就感动这个清洁人员，好像上帝咧感动彼得。 知影哥尼流因兜的需要，上帝嘛感动你，知影你的亲友，知影你的厝边，因的心内，伫这疫情中间，迄款的惊吓，也是你比伊较惊吓。咱有主动啊靠，成做你的帮衬，你会通为着因祈祷，感谢咱的兄弟姊妹伫线上观看的，感谢你无来伫教会。 总是咱其他兄弟姊妹通透过小组、透过电话直接来关心。今日上帝要兴起基督徒，是毋是你会通讲我有份？我就是，我是基督徒，我会通往遮厝边直接有建立好的关系。是毋是我会通直接讲主，我伫遮找我，我愿意直接回应。 好像即个清洁人员，伊过去伫年日咧宣告，所以上帝也使用伊倒转来到伫英国，伫遐服侍，透过一个清洁人员，感觉真悲真嘛无，上帝使用无共款的人，伫遐来做伊福音的管道甲出口。今仔日咱的画面会通到当时咱毋知啊，总是是毋是会通伫遮诚做有路用的。 有当时我看长长了，虽然90外，伊有掠着机会，会通甲人讲福音，为伊祈祷。虽然有当时伫病痛软弱中，伊嘛伫祈祷。兄弟姊妹，你会通做啥物？咱会通做啥物？特别伫这搁较无方便的时间，你会通做啥物？阮上帝互咱有智慧，有真侪遮创意，遮创意，互咱会通想出来，会通去做。 咱用这首诗歌做伙来回应主的恩典哦。一世人军队，咱的主。求你甲誓愿写上家己的日子，予阮得着智慧的心，因为亲像过十年，搁亲像困一时。愿一生看透，只有落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有你早起使用你主爱充满我，予我。 一人欢喜，愿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跟对你，天无地，甲你行紧，愿一生。 外口只有落苦甲忧愁。
生，愿一生要滚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滚对你，因无你，甲你行近，愿一生看透，只有落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踮伫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显明，求你的美妙，求你的美妙踮伫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显明。咱做来祈祷，祝阮的一生紧紧就过去，无留啥物。总是阮要留的，就是迄个上好的信仰的遗产。阮要留落的是主上帝你的疼，你永远的救恩，帮助阮通持守，照真理来显明主你的疼。特别伫这个世代，求你搁一遍提醒阮，帮助阮。凡面对困境的时，阮犹原通坚固持守阮的信心，让阮通亲像耶稣基督的眼光，亲像耶稣基督的脚甲手相款，来祝福遐个志未世、遐个需要帮助的。无因为阮的身份是啥物，无因为阮的工作是啥物，是因为阮是主你的学生。是主你所拯救的，所以阮才会通安尼做。愿主你来祝福，帮助阮，会当经历你的恩典，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主啊，敬爱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主你的保守甲疼痛，伫这疫情严重的时阵，互阮阁有福分来到主你的圣殿，领受主你的恩典。透过牧师为你的开拓，
互阮搁较明白主你的教示，互阮成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主啊，当阮献上你所赏赐互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做主你圣工的路用，求主圣化，愿主甘纳。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门。请由牧师来报告。报告大清，毋知咱中间有头一遍来敬拜兄弟啊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咱5月初3，咱的你操作啊？5月初3，咱会举行献礼典，所以若要洗礼报名到今仔日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伫4月19，就今仔日开始有这人物基要的真理，咱是拄啊洗礼，也是想要洗礼兄弟，咱永远会当报名来参加这个基要真理。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4月26后礼拜伫文昌公园的医疗咨询咱暂停。伫咱话来教会总是话不便来教会伫线上咧观看的兄弟咱有缘通透过教会的这奉献的方式管道伫遮来做奉献，奉献的这个资料伫咱第7页下一张。所以伫遮咱有透过转账咱会当敲电话来甲咱的会计讲你有啥物款的指定奉献安尼若有遮个顶台会通来通知咱的会计来竞争。咱有遮个奉献的方式咱伫疫情的关系，所以请咱即摆教会要做礼拜记得爱刷卡。你若无即个卡请你甲咱的同工讲马上替你来服务咱的社区事工儿童的夏令营对7月20到7月22来举行到7月25举行开始咧招募遮个青年人嘛需要有遮个来注册的遮个同工若有意向，咱特别遮个青年来义勇干事来报名。即礼拜5伫七圣王长老的厝有即个圣的礼拜，因为最近妈妈无信所以伫厝医院有一寡遮个偶像的有关的遮物件所以伫即礼拜5会伫因兜来做圣的礼拜请咱兄弟会当，你嘛会当用你的祈祷伫遮三甲来参与。另外特别的服务就是伫楼骹有口罩消毒机啦帮助咱一边会当2个走1分钟就好安尼即紫外线的消毒机，你若感觉有带1-2工会当去消毒者就若像新的共款所以这是有特别的服务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来。已经拄着就带伊到安提阿，因伫教会中聚集1年久，假是侪人，佮学生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起。使徒行传10章26节，搁一遍，已经拄着就带伊到安提阿，因伫教会中聚集1年久，假是侪人，佮学生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起，使徒行传10章26节。咱做伙来吟信诗396首，打马线会求主赐福，金丝线请由牧师教导，请起立。打马线会求主赐福。我安心中上快乐，大家皆能亲爱我从，以阮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公
官兵为主生命，总完成最免惊讶。真理传播百倍修成，对过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多加做坚定，教会婚宴对阮做。所受灵阮那家己，阮的信心求主帮赞那久，在阮无限，阮点无限，阮点无限，久长充满通世间。当心祈祷，领受上帝说：，但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看顾。伫瘟疫流行的中间得到平安，也愿主上帝听，亲像盾牌固守恁，互恁出日有上帝恩德同在。也愿主圣神的感动，互咱对真理会通认捌，会通照真理来行，真理互恁众大家得到自由，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的礼拜就到这，彼此来祝福，啊，愿上所有咱平安。